比如讲单机理解也一题，就要先看现行及四则无共用的同时，你分出了四则同时的差别以后，再详细来看题目，来选出得当的答案。喺呢度天落荧幕蛋糕，请会看到现行的文字。现行唔会念，不过你要了解佢嘅意思。一 M 等，二 top 等，三 cut 等，四節等。在題目盲念出來以前，你除了了解了四則現行嘅意思。比如講，乜個係 M 等咯 ？M 等就是蒙住。乜個係 top 等 ？top 等就是拖着。再來，乜個係 cut 等 ？cut 等呢，就是緊握、抓緊。節等，節等就要用數字，冇就像棍的啊。這個東西去擠壓。好，因為呀，四則現行嘅了解以後，你就注意睇題目樣板出，你要選哪則才係正確嘅答案咯。風沙暗太，鏡面夾爛菜刀都唔掉，請問唔愛樣嚟做？風沙那麼大，怕臉蛋吹到受不了。請問你會怎麼做？剛下你先老四則現行都已經了解佢意思誒，那你會怎麼做呢？這時候聽完題目之後，我們就會選擇一 M 等。好，以上就是聽力測驗單句理解第一種題型。單句理解還有另外一種類型的題目，就會題目冇文字，現行也冇文字。故所大家一定要注意行家嘅題目，嚟分辨了現行之間嘅差別。因為啊，上音冇共用，意思就冇共用了。故所喺睇唔識題目，就唔知要選哪一隻現行嘅。就像一題，一個現行全部就會啲了發音，啲了韻母嘅部分有冇共用。故所喺選出擬意、擬音。符合題目嘅答案。面前已經變紅燈咧，唔含夾夾停下來，意思係講要夾夾做乜嘅？一塞茶，二三茶，三實茶，四散茶。睇完嘅題目以後，你會點講？要夾夾實茶。前面已經變紅燈了，你還不趕快停下來？意思是說要趕快做什麼？答案是剎車。那剎車客家話用嚟講咯，係剎茶。那它的選項依然都剎茶，一剎兩剎嘅剎，唔錯。第二散茶，閃躲的閃，咩唔錯。第四散茶，生產的產也不對，只有3號的散茶才是我們要的正確選項。